有冇諗過博物館嘅展品都可以摸上手呢？香港光影嘅展覽帶你重回60年代嘅老香港。本地團體民間博物館喺沙田龍華酒店租咗一個2000尺嘅空間，去展示多件嘅老古董，做咗幾種場景佈置，可以俾你一次過走進幾個時空，影相打卡，好有出片感。呢度嘅展品大多數都係公公婆婆儲咗幾十年嘅寶藏，全部都係有歷史痕跡，唔係道具嚟㗎。所以每一件物品都有佢獨特嘅故事，仲可以親身感受時代進步同生活嘅改變。好似呢個萬年曆，幾十年後都仲用得啊！反映出當時嘅人買嘢追求耐用同埋實用。以前嘅人會將用過嘅物品轉讓俾下一個有需要嘅家庭，就算經歷咗幾個家庭，都一樣 keep 得好好，表現咗佢哋對每件物品都珍而重之啊！而家送嫁妝可能係名貴嘅珠寶首飾，但原來舊時嘅大戶人家就係送好重手工嘅樟木籠嚟放嫁妝，陪伴出嫁之用。嚟到呢個 area， 我嘅童年回憶真係翻晒嚟啊！我細細個見到嘅士多就係咁嘅樣噶啦，好似呢啲放喺玻璃樽入邊嘅糖果、玻璃樽裝維他奶，而家都好難再見到啦。仲有好多好有趣嘅珍品未介紹俾大家，但係要講晒呢，真係10分鐘都未必夠啊！不如就等你帶埋小朋友去親身探索，一齊上一堂互動親子歷史課啦〜